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出文化大革命的号召。5月28日，日后成为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于是5月底，西藏自治区党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随即成立。6月初，在北京大学师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拉萨各单位也相继提出大量口诛笔伐的大字报。显而易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解放的西藏，对北京亦步亦趋，至多在时间上有半拍之差，而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山重水复，千里路迢迢。这4幅照片拍摄于1966年8月19日，在拉萨人民体育场原为拉萨贵族萧夏的陵园波林卡。据西藏日报报道，拉萨5万群众集会游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西藏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图一站在前台主持大会的是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兼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图二，在毛泽东画像两边中文标语写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及毛泽东的语录，在当时流行全中国。图三，在毛泽东画像前在写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标语下，面对主席台和众多中共官员，我们可以看见有2个摄影师，一个穿浅色中山服，头戴鸭舌帽，胸前挂着几个相机，另一个穿深色衣服，同样头戴鸭舌帽，手提摄像机的，可能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西藏记者站的藏人摄影师。而在演讲者左边，脖子上挂着2台相机的，被认出是西藏日报的摄影记者。在1966年8月19日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站在毛泽东画像两边的是西藏师范学校和拉萨中学的红卫兵，这是拉萨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最早走上街头破十九。从左至右，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毛主席万岁。写决心书是文革中的时尚，决心书越大，似乎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就越高。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西藏师范学校的藏人红卫兵跑上台，为中共在西藏的第一把手张国华戴上红卫兵袖章。但这个仿效北京红卫兵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举动，并不说明张国华就是西藏的毛泽东。不久，张被视为西藏的土皇帝和最大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这些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学生红卫兵造反。照片上，在张国华左侧的是一位中共官员周仁山，时任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给他戴红卫兵袖章的是拉萨中学教师、拉萨红卫兵主要组建者陶长松。这种挥舞拳头的肢体动作往往伴随着呼喊政治口号，属于革命的行为标志之一，以为跨入新社会的藏人所熟悉。这位藏人显然是中共话语所指的翻身农奴的代表。毛主席呀，派人来，雪山点头笑纳，彩云把路开。一条金色的飘带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我们跨上金鞍宝马哟，哈达身上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感谢他给我们带了幸福来，带了幸福来。照片上，一位名叫常留柱的汉人装扮成藏人，正在拉萨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代表藏族人民引吭高歌，而这首曲调源于西藏民间的革命歌曲，
作词者并不是藏人，而这类重新填词、挪用旧曲却冠名西藏民歌的歌曲层出不穷，至今被外界误认为是藏人献给毛和中共的歌曲。穿军便服在当时是全中国红卫兵的时尚，西藏红卫兵也不例外。而且西藏女孩子习惯保留的长辫子已剪成了齐耳的短发，这也是革命化的象征。这些戴着红领巾、挥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孩子们，看上去都是小学生，却配有红卫兵袖章，这表明红卫兵的成分已经扩大化了。当同学们都在高呼口号时，右边那个小男孩在埋头玩什么呢？发生在西藏的文革绝不是孤立的事件，可以说每一步都与内地，尤其与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北京怎么说，西藏就怎么说；北京怎么做，西藏就怎么做。2001年夏，在布达拉宫昔日演示宗教舞蹈兹古多枪姆，而今蜂拥各地游客的德阳下东欢乐广场，布达拉宫管理处的研究员达瓦次任于2002年夏天病故，终年57岁。1964年在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学习，1970年毕业，如是总结。作为最早就学于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名藏人，这段话正是他个人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佐证。1966年8月初，这位翻身农奴的子弟亲身领会到充满造反精神的红卫兵组织是如何首先在清华大学产生，继而蔓延开来的气势。在巨大的感召或者说鼓动下，他与低他一个年级的阿旺次仁满怀革命的热情回到拉萨。而那时的西藏早已是文革之火正在燎原。自从1950年毛主席派人了一条金色的飘带，就已经把北京和拉萨连起来了。这首在文革期间唱遍西藏并流传全中国，如今仍然盛行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形象不过地说明了这半个世纪来北京和西藏的特殊关系。当达瓦次仁和阿旺次仁在母校拉萨中学做动员报告时，看见校园里从老师到学生大都已是必带袖章的红卫兵。8月19日，在毛泽东接见来自中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之后，北京掀起以砸烂旧世界为口号的破四旧浪潮。党的两大喉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鼓动全国人民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大革命。拉萨积极回应，翻开1966年8月26日至8月31日的西藏日报，连续6天头版都以醒目标题记载了下列事实。8月26日，拉萨红卫兵举起铁扫帚横扫旧世界。8月27日，拉萨红卫兵向旧世界发动猛烈攻击。8月28日，拉萨红卫兵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旧。8月29日，破旧立新的革命风暴席卷拉萨全城。8月30日，拉萨红卫兵闻风而动，决心在斗争中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8月31日，拉萨红卫兵破旧立新宣传活动深入居民庭院。这些报道仅仅标题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西藏文革一时之际颇具气势的宏大图景。什么是铁扫帚？什么是横扫旧世界？什么是以摧骨拉朽之势和扫荡施救？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政治化、
军事化行为就这样被这些文学化的语言取代了。如果不是身临其境，谁能想象在那曾经千年宁静的雪山佛国，有过怎样的红色恐怖狂飙，反复不停地席卷一切，演绎了一幕幕弥漫腥风血雨的人间悲剧。图为1966年8月20日星期六的西藏日报有关8月19日在拉萨召开有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报道。我以秘密的方式借阅到西藏日报1966年核定本，翻拍了这2张照片。这是拉萨红卫兵的袖章，是一位已经去世的藏人女红卫兵当年戴过的，如今为她的丈夫祝已故所保存。当年拉萨中学的一位红卫兵讲述了制作这种红卫兵袖章的经过：先在铁皮上刻好字样，再印上油漆，涂在红布上，然后在医用高压锅里蒸一会儿，这样就不会掉色了。也有油印的和刺绣的袖章。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